来继续来看南投县信义乡转种山野的农民是愈来愈多，目前是明德村集庄正上多，最近开始咧大出咯。当地农民讲，甲葡萄比起来，山野是加真好管顾。1000丛的山野树，2个人就会当来修剪树枝甲套地啊。加上甲南部的产期无同，这拢互信义的山野饲草真好。一箱捌拍袂到1000外块，农民是真看好着未来的发展。敢若种5年外的山野树，树仔顶所有真侪果子，互农民真欢喜。虽然今年是头一摆正式收成，不过产量互农民真满意。产量今年算我自己本身觉得还不错啦，干旱，所以算是说收入很少，我们就期待这个芒果了。农民讲，10年来信义乡的气候转变，气温增加，所以伫海拔较低明德村转种山野真成功，尤其和南部的产期无同，会使得到好介绍。我们信义乡这个中高海拔的地区，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的，因为它的整个产季跟我们南部台南、高雄、屏东都有明显的一个产期的落差。信义乡转种山的农民愈来愈多，目前以明德村上多，最近开始大出。农民希望家食山的民众会当直接甲因买，支持辛苦的农民。